谢创师这边的咱规律的生活。对这青年人，那有一个规律的勉励，所以你咧看吼，这少年团结大汉到伫青年团结，青年团结了后要去倒位？去对面啦，生活，遐需要人，大汉父母放手就过来迄边遐唱歌参加献花队，一代接一代，必然的现象。听说伫细汉的时阵，伊老父、伊老爸、老母嘛伫12岁的时阵，按照迄个规律，就甲伊带去到伫圣殿。咱若大汉规律嘛来献花队，一代接一代，每年看遐拢无60岁啊！遐后摆若讲古的时阵，若伫恁啊。好，来即时来请这短宣的影片来介绍咱要请因的总召集人陈以恩即摆叫小姐啦好，以恩小姐喂，我是即摆的短宣队的组长短宣队即摆去环岛教会7天的主要活动有阮有去听阮的祈祷，甲伊报道，甲伊祈祷到病的报道，四家去一家一户有探访，甲因讲故事，甲因讲家己的见证，嘛有唱歌文听，甲为因祝福。下晡有伫欢乐教会，有欢乐教会办夏令营，伫遐阮有带囡仔唱歌、跳舞，甲听故事，讲故事互伊听，甲阮有互伊明白上帝。即时咧，咱来看短选的影片。欢迎收看《社会新闻之娱乐100%》，我是今天的主播西瓜，我是今天的主播凤梨。我说欧来呀，哟，你有没有听过永福短宣队？等等，我好像听过哦，而且听说他们这次去嘉义翻路而且收获满满。哎呦！听起来很不错哦，那就来个爱的鼓励，起来！红奶，真的是我想讲哦。那么你想讲什么？他们短宣队真的非常的厉害，真的，而且他们还要带儿童夏令营呢，还给了小朋友很多的欢乐，100点。真的非常不简单。接下来，我们废话不多说，好康的北部好人灾，一个焦点，一个重点，一个头条，一个新闻，将为您介绍永福短宣队种种历程。让我们一起看 VCR。往返的宁愿走向山给的路线，存心把你找到，一天比一天更好。回应
声音呼召，看见世界的需要，感受耶稣的爱，我勇敢跳起来。我要靠着圣灵翻转地球，内心需要投入人群中，向黑暗全心宣告 I'm not afraid， 因为耶稣他已经得胜。感谢我的妈妈，感谢我的妈妈，感谢我的哥哥，他们让我唱出来。空气和你祷告，圣灵领我来焚烧，渴望复兴来到，要见证神的荣耀。空气和你祷告，圣灵领我来焚烧，渴望复兴来到，要见证神的荣耀。我要靠着圣灵翻转地球，内心是要走入人群中，让黑暗全是宣告 I'm not afraid， 因为耶稣他已经得胜。我要靠着圣灵翻转地球，内心是要走入人群中，让黑暗全是宣告 I'm not afraid， 因为耶稣他已经得胜。耶稣的恩典是够我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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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恩典是够我用。我要靠着圣灵翻转地球，内心是要走入人群中，让黑暗全是宣告 I'm not afraid， 因为耶稣他已经得胜。我要靠着圣灵翻转地球，内心是要走入人群中，让黑暗全是宣告 I'm not afraid， 因为耶稣他已经得胜。我要靠着圣灵翻转地球，内心是要走入人群中，让黑暗全是宣告 I'm not afraid， 因为耶稣他已经得胜。我的耶稣，我的耶稣。I'm not afraid, never gonna be afraid, never gonna be afraid.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来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
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来到人群中。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也不放弃，你大能赐给我勇气，我会勇敢走出去。因遮尔拍拼到伫断线的所在反复教会伫断线咱会当真窝心啦吼看到因的活动这是因要搁来献诗靠你的名，阮就必得到胜利。
全身的成果，咱会当看到真好的成果哦，我从在种伫因的顶面。